花莲县的环保餐具清洗中心按算年底就要完工啊，不过即马所传出讲，因到即马才要开始做可行性的评估。这议员就质疑讲，这是违反行政流程。嘛批评讲，即马在地店面甲单拢无惯使用这环保餐具，这个生活中心到底是要做互谁看？这是花莲县政府用9000多万打造的环保餐具清洗中心，建筑本体8月完工，即马内部当伫进行广线排水机连接的设备施工，10年底就会完工。不过可行性评估即马才做，引起议员的不满。花莲县政府这个施政倒着做，先做了，再来做一些研究，再来做一些可行性的评估啦。国家地动了后，花莲餐饮业排斥清洗收费是不是会搁调整？那做完工了后，无人愿意参加，是要安怎？到底有没有人使用？我等下到时候讲量能不足，荒废在那边变文资馆，会变财政上的恶性循环。一个走访县政府本来规划要统一清洗餐具的东大门夜市啊，单商表示地动了后无观光客，390个单位有30外个关客，村外的单位平常时啊嘛拢伫轮休，加入清洗意愿真低。我就没有碗，我怎么给你洗？怎么包月？现实的状况要怎么配合？我就没有东西要怎么洗？环保局解释，去年提出环保餐具清洗中心的时阵，就做过评估，不过原计划是运用花东基金自营，即马改做委外办理，会当搁省钱，所以唔再搁再做可行性评估。到财政部提这个促餐，就是整个营运收支是不是会平衡？没有办法来操作，是针对这个来做可行性评估。环保局讲，地动了后，打商参与议员甲介绍原来纳入评估，报告预定年底完成了后，会公告招商45天。未来清洗范围已经无限东大门夜市、饭店、餐厅、做未来中心部队，无限餐具的规格拢会使清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